要报吗？要补吗？要补吗？波波来，波兄弟选，这里来。嘿哟，大家好，我是台湾妹啊阿勇。这几档台湾的市面出现真侪台语的流行歌，介侪少年的创作者开始选择用台语来写歌。不过咱大家敢有听过古早以前的台湾人，因咧唱的情歌是生啥物款呢？歌词又搁是咧唱啥？今仔日咱这集就要来甲大家分享台湾国风 ，A.K.A. 祖先的情歌，台湾宝歌。啥物是台湾宝歌？其实就是较早的人咧做工课的时阵，一面做一面唱的歌，算是劳动歌谣就对啊啦。宝歌嘛叫做标歌，也是讲迎仔歌、山歌、菜地歌、饲牛歌，是男女伫园林也是茶山、山野所唱的歌谣。山野就是调情的意思啦，也是无聊饲牛做事思春的时阵所唱的歌啦，是一款浪漫佮优美的民间文化哦。过若百当来伫台湾民间各所在咧流传，表现男女爱情的各种面貌，亲像单恋、初恋、热恋、相达、失恋、相思、约会、食醋、分开等等的情绪。我先来介绍一条宝歌，互大家听看卖吼。伊的歌词是安尼啦：半暝月娘入西窗，偏偏借我酒空房，关窗将我紧紧送，送去隔壁借别人。这条宝歌就是咧描写一个人迄种孤单的心情啦吼。因为月娘就干一粒尔嘛。所以这就是用月娘来代表孤单。月娘的月光照入来房间内底，照着我家己一个人咧酒空房，迄心内足稀微、足空虚的，就赶紧把窗关起来，把迄个孤单的月娘送去借别人啦。会当讲孤单的人看啥拢感觉孤单，不过因是用足关键的文学手路来表达哦。为这条宝歌咱会当来看伊的结局，其实就是咱一般咧讲的四句联，也就是讲一条歌有四句，这咱家己叫做一拍。拍就是四句联的单位，一句有7个字。逐句的尾字拢有押韵有倒句，像拄则迄拍的押韵是汤。房送人，这就是昂的韵。台湾的宝歌有特殊的台湾风味甲情调，而且咱会当为内底看出咱台湾人的爱情观，豪爽、热情、敢冲、敢拼，有一款宝歌有这款性格，亲像天顶落雨流目屎，心肠苦楚无人知，想要大山移落海，将伊的厝移过来。爱你爱甲想要甲迄山刷走啦甲恁兜搬来我的身躯边安尼。我阁有找到石丁廖美子女士因唱的歌词：一支竹笋煮2碗，一粒鸭卵煎2盘，新哥咧食，旧哥看，要互旧哥对心肝。这真明显是一件三角恋爱。雕工伫前任的面头前对即摆的男朋友较好，煮物件互伊食。为这的歌词就会当看会到，宝歌这种口传文学是足直接，爱分明，反映咱普通人生活的感受。当然嘛有较避俗的歌词啦。小等下我有传几条宝歌要互大家来欣赏，继续看落去就知影。台湾有一位林金城老师，伊为1997年就开始去新北地区桃园。宜兰遮的所在咧采集宝歌，四界去访问老大人，到今嘛已经出版足侪本小宝歌的歌集，真正是足坚持、足互人学乐的。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去买伊出的歌集，甲伊支持哦。我找到网络顶悬的访谈伊有讲过其实伫日本时代就有学者咧采集宝歌。较早宝歌作诗行的时阵，常常举办小宝歌的比赛，一个人唱煞，就换另外一个人接落去唱。类似是咱即马咧人字饶舌的这个battle对决就对啊啦。上厉害的人甚至有法度想到啥就唱
唱啥，唱要几6天，阁会有家己的 fans 呢，就是播歌发烧友安尼啦。可惜啊，后来开始有收音机啊、电视、电影的发明，网络的发展吼愈来愈多元，会晓唱播歌的人就愈来愈少啊。讲到这，大家应该会有感觉讲，播歌有影是咱台湾人吼足重要的民间文化哦。刷落来，咱就来听看卖，播歌到底是安怎唱？下骹是林金城老师吼授权吼宝宝台，伊进前啊去采集的影片，真正吼足多谢伊愿意互我来使用，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哦。咱即马吼就先来听这条拄则有讲到的一支竹笋煮2碗，这是廖美珠女士演唱的。一支竹笋煮2碗，一粒鸭卵煎2盘，先顾着食旧顾看，要互旧顾对心肝。若毋是看到有人咧唱，是毋是吼真正想袂到古早人嘛有安尼表达家己吼安怎对待情人的心情，是毋是足深色的对无？过来吼，这首是万里的地美女士唱的哦，伊咧讲爱人仔相思的心情。后到一丛相思树，相思病落直溜溜，先生来看讲无救，大心的来看好溜溜。用相思树的这个意象来讲相思这件代志。第二句吼，就是咧讲有相思病，这个病足奇怪哦。迄医生来看的时阵吼，讲啊无望啊，无救啊啦。结果吼，大心的就是爱人仔啦，爱人仔来看吼，伊就随好当当，吼无代志啊，咱大家会当转去啊安尼，大家嘛会当转去问恁的阿公阿嬷看卖，看因以早吼敢有咧唱播歌，凡是会发现其实阿公阿嬷以早足够讲拍的哦。好。影片看煞，上尾啊一部分吼，我有拣几条迄个歌词是足深色的播歌要甲大家来分享，保证你听了会感觉讲，原来以前的人吼讲话有时候尺度很大呢吼。头一条是咧讲思慕的感情，阮厝踮伫牛厝后，不时看牛咧探头，情义总有9分9，路边烧肠头高高，就是咧讲吼，阮老头前吼带一个水姑娘仔啦，定定看伊。吼，迄探头咧甲我看哦，伊对我应该吼99%有意思啦哦。毋过，阮伫路边相拄着的时阵，伊拢是安尼头气气安尼哦，歹势歹势。啊，这就是咧讲思慕这种感情的播歌。毋过我即摆看吼，是感觉这个人有可能是自作多情啊吼，对无？第2条，咱要来讲热恋，千里路途无险远，见面亲像蜜胶糖，可毋是情，行倒转，好话袂讲天生。若会当见面吼，较远嘛袂嫌啦，因为见面的时阵，两个人是安尼糖甘蜜甜，亲像蜜胶糖。做伙的时阵啊，希望迄时间行较慢咧啦吼，上好是会当行倒退，啊无吼，迄个情话绵绵着咬袂讲了咧，天就要光啊，实在吼毋甘要来分开啦。热恋吼，阁有一趴，喙内烧针指烧高。喙烂滴滴吞落喉，迄喙烂明明就做太过紧嘞，佮讲滴滴吼。好来在前，歹在后。你讲这斗阵的时阵足爽的，毋过歹的伫后壁是安怎？步边分开，目屎流。步边就是一向。平常时啊的意思，讲吼要分开的时阵，拢会足艰苦的，艰苦甲流目屎安尼啊，分离焦虑啦吼。第3条的歌词吼足深色的，为娘挂掉桃花笑，倒落床中直寥寥，朋友若来真见笑，起来无管徛袂牢。桃花笑吼就是小桃花的这个倒吊句啦。这吼伫四句联是足常用的哦。小桃花就是迄个热恋的时阵吼，咧相思小爱人啊，因为吼病相思伤严重啊，一颗人安尼无精无神，倒伫眠床顶吼，安尼像死人共款啊。朋友若看到家己安尼咧刷 emo， 真正会感觉足见笑的嘛吼。啊，结果要起来的时阵吼，无用拐啊，真正徛袂稳就对啊，是毋是足咸的？第4条是约会，甲阮约伫甘蔗沟，正尾拍甲做河头，啊，夭寿啥人甲阮讨，
害阮一人软一狗。以前自由恋爱吼，还未做事行的时阵，约会会惊互人看到啦。落伫甘蔗园约会，迄甘蔗园吼是安尼看蒙蒙，若软毋着所在吼会找无人，所以吼生气的人就会伫迄个甘蔗叶的尾啊拍角来做记号。毋知是倒一个白目的啦，甲迄角透开，怎害因吼一人软一狗，找无人啦，真正有够衰啦吼！上尾啊，这条咱来讲离别，双脚行到火车顶，双手换伫窗仔前，就是咧坐火车要走啊，要分开啊，足毋甘的。夭寿车长才侥幸，无通加停5分钟。这个侥幸伫遮吼是咧怨叹车长啦，车长啥拢无要加停5分钟，互阮阁会当斗阵一个啦。咧练练的时阵，其实吼，互你5点钟嘛无够啦吼，对无？好，节目的尾声吼，我要放一段，我甲阮爸周定邦老师单月琴。用歌调来唱2条报歌的影片，伫我细汉的时阵吼，阮嘛定定会安尼出去表演哦。来，请。阮厝踮伫娘仔厝后，有时看娘仔的探头，今日中午到昏到，路边小灯头高高。阮约伫甘仔食到，车袂拍甲做啊好头，夭寿啥人到阮头，害阮一人软一狗。好。以上就是今日宝宝台要补充互大家的知识哦。这集看了，敢有感觉吼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文化更加了解啊？对无？我想要甲大家讲啦，咱台湾吼绝对毋是无家己的文化，毋过咱拢互中华文化吼洗伤久啊，这家吼大家人拢毋知影啦。咱应该吼爱对家己的文化感觉真骄傲才对哦。你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欢迎你点赞、分享、有订我的频道，啊，佮有用来传互你的朋友看吼。顺续来 follow 我的 IG， 啊，若要岛内吼嘛真欢迎，是下骹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安尼就会使啊哦！多谢大家收看，恁的老话我拢有看到，真正吼足感动，大家会当做伙来守护咱台湾的文化，继续甲咱遮水的文化放送互全世界知影。多谢努力，安尼咱后摆再会，拜拜。